莫看我黑，就当作我是外国人。我是正港的台湾囡仔，我甲大家同款，拢伫咧遮保护台湾。老萨苏娜娜小弟，我即摆伫咧空军三指部化修工厂咧做修理飞行机的学手。莫看我，就当作我是外国人。我是正港的台湾囡仔，我甲大家同款，拢伫咧遮保护台湾。后礼拜要 NCF， 咱做伙拍拼，为国家、为厝内、为你我，加油！既然要走了，当然是支持他。第一次考上这个国军志愿役的时候，爸爸其实是偷偷把我的那个录取成绩单丢到垃圾桶。哎，文字记者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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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为了基层的投票啊，要。一些特殊训练，所以我从他说要加入军人的时候，我就很鼓励他。所以说，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既然在军中，你就要各有请这份薪水啊。因为现在比较没有战争的事，就是说平常训练或者同事相处，一定要很用心。感是一定的啦，毋过就是讲这人生的路是要家己走。所以讲只要讲好好行，阮后面来赚钱。我这边要谢爸爸一个题。其实我第一次考上这个国军志愿役的时候，爸爸其实是偷偷把我的那个录取成绩单丢到垃圾桶。我录取前我知道放榜的时候，我就特地打电话给妈妈说，妈妈就是明天要放榜，榜单会寄到家里，你再帮我收信。然后妈妈就说她没有看到，然后她才去资源回收桶找，然后才发现原来爸爸早就收到，然后把它丢掉，然后后来就把它压在神桌下，然后让陈明帮我保管，所以我才可以顺利入伍。爸爸刚刚说的是骗人的，因为没有人不会心疼自己的女儿去做这种事情。因为那时候他又不是说没有比较好的工作，他也至少在社会上他可以当比较专业的教练或是老师啊。他既然要走了，当然是支持他。
女儿了？差不多有啦，因为我最近也是在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我去开刀，我开刀的时候它都会上，它甚至去掉都会上。